顿顿青山上卷雪，了生花里团圆，家人对子两小言，忙杀了我的真灵娘，这里里微微上上下下。八字一人苦人美，两位小师们，妈妈，裴公子不想举梳妆可好？卫兵妈妈都已准备好了，都已准备好了。牛已经梦里长城，梅香蕊美味喜庆啊！东忙并开金空枪，举灯啊，妈妈年内领一声。领一呀声，这里恭喜贺喜！快看都来了，恭喜姑娘，快快迎接！良医良缘须赶早，美人美酒老相好。新春花草连天醉，生死养花情人马。告诉我，你叫什么名字？贤妻别了居，当真是玉镜仙子哦！喜气开把门。你个乖乖，当真是把门留奴家是正头娘哎，不妥，实在是不妥。啥？有什么不妥的？干啥？专门偷汉就是不妥。呸！我不偷汉，你能吃得这么胖啊？不陪你们了，我要接新娘子去啦。今日小女属龙，按原宗规矩，不幸得到就吃喜酒吧。玉卿和公子，与卿相聚。
小事情，小生带有公爽一品，就一阵相聚，永为丁门子。嗨，我来同言，看你怎么样自配同须。还是继承相聚吧。好，裴公子的事，相聚同言。家道主人也记下，往生处于富平仓，亲戚今日心意事，不觉东风桃李花。举不起道理花了，姑娘将军心里，公子爱我绝无震动此心也。将军好说好事，随下吧。
万里江山曾奔兵，死生起伏却自吾与君子同心计，一起扫堂，泪哟泪，泪哟泪。这是金燕呀，迷离灯火是沉睡，曲终人生二更门，东吴的金杯匆匆君上相寻退。杨文聪，杨老爷到。杨老爷，你来了。杨老驾到，有失远迎。老夫也有自导之夜宴，趁此喜宴扎山，希望将开，道一声恭喜贺喜。杨老爷，请上座。谢座。实非杨老作法，朝中岂有今日？公子相君接待家人，天缘之合，天意含义妈妈，这是？哎呀，相君啊，杨老爷这个大美人，前天为相君备了嫁衣寿食，今日么与天庄来了。传头今大宝箱，只为翠鸟泪所藏，曲动春芽龙衣裳万云南，马良他你真良。杨老爷，你虽是马督夫之亲，自世之约，也非宽裕，为我亲自觐见，来点烟花止渴。在奴家受之有愧，在老爷私自无名呀。今日
管请老爷爷命，以便督报。是啊，我与杨兄萍水相交，这曾经太后也就不便。哦，既莫问起，小弟只得实告了。小弟实是月黑之徒。月黑？莫非是走过光荣的袁大人？袁大人，为何这般自见？我不愿那作下之意，嘿兄啊！他见你做事在军很文章，毛笔破眉太郎，今晚方吹巧相遇，家人才知得一旁。杨兄，先生你为我们商量就行，相争的儿不与亲，难道是啊？既是那月黑来相称，既是他一番才往三分忙袁大人原是我年薄，必其为生，却自饮酒，此番无功用尽，令人不解。元兄有一段苦衷，要把语作下。苦衷？哎兄，元老本为吾辈众生，为救东陵，咋对回当？为业一败，东陵凡事之事可罪，佛在自身有身，长陵公爵无所不用其极。元老每日向天大可有，同来相残，非后生不能救我。神必神也，实能无辜。明日见主生，小生实样，节节分晓。官人此言是无道理。那袁大人屈服军师，连刺上京，夫人女子夫不托马，他人图之，公子救之，这是此何等也？你相约太荒唐，要为奸当特贼呀！苦自愚人是敌军，虚妄旁人是断肠。相君无恙，精彩不移于花房，安定若潮气不光，不知谁不是分那苦。相君。凡君的秉性精气细思良。哎呀！这相君的气息也太高了。小生不知，相君怎奈后生为
我命里在远堂，他分得清子和子，我骗不了中间情网。如今非凡场，从后请你我许生家，叫声杨兄李世才，这上连还情，远别归朝是一场。这么好的东西，丢弃也已，可惜呀，可惜。妈妈，哎兄，既然如此，告辞。杨老爷，杨老爷，杨老爷，最好啊！小相虎曲江落落，闻到正是有杀人，快快开门！怎么晚了？哪个敲门？原来是杨老爷，天色已晚，我来也有。不是夜话，儿孙在哪里？湘君今日刚有了一艘新车，正在路上替他。沈兄，杨兄何事匆匆到此？沈兄万不知有大事寻你了。有何事？此次进话，沈兄，凡记得2月前，永远是托你指示我。过2月回国挑壮士，金陵城乱作一段如今。将与他有私生意，我许是一梦开做事。兄，不非神机，不非事实，此话怎讲？今日操办一个事，还大臣不离民心，虑今今。那马子英，马子英怎样？一人下令送拿你。沈兄哪里去？愿我与我所我艰辛，下次讨事无天理。此公此呀无必报，拿下令自取。正好趁此忙一句。湘君年少，太高丽弟子权贵，
最天涯，我子女。是啊，事不宜迟，关键到这，严密何惧是你母女？心火言啊，死后甚香。官人，你评述好几诗句，今日恰由于是你。他丈夫不足女儿胎，今早转世且高飞，到哪里去呀？中原故土一梦尘，生死为命，世上情。我是愿情，穷途苦，天涯何此空深。我倒有个算计，请讲。丈夫司空府大人是临阵门生，昨3件事到他一人为兄分别，何不随他到外暂避一时？司公真正长义，倒好。但不知司公欲所何此？问他来金陵公关，暂避应允。此次即可起人吧。快点！离合悲欢分一生，此在为父应责。把行笔来到写引一步吧。但见西风吹太近，少等一刻，无人肯相聚。深深聚散是难
老曾见道友从华兴，奉老爷之命昂去李香君，值得夸赞。这就院中他母女二人，是他才是相聚。老夫来了。两边尽北向，八面玲珑高家老爷，四位随我来吧。来此一时，快快叫门！开门！哪个叫门？张龙虎吧，怎么叫呼？杨老爷，你走上园了？都快请正娘出来！哦，妈妈快来，妈妈快来！杨老爷到门。真理，杨老爷，这是哦，哈哈哈哈哈！真理，文聪到来讨喜，道喜，道什么喜？有个大老官要来娶你领哎哟！你看这菜椒青玉门花菜，三把花泥红须。是哪家来娶？怎不早生？灯笼上写上中堂诗，只顾老大人要自己去。非也是找武铁娘大人。殿下亲事早已未断，怎么又来举说？去去去，我要关门了。不要管，让我进去审。你们下去等哎。讨人一瞥，你还不知吗？那位爹娘要来讲去，又是哪个？已是压人的爹娘。杨老爷一向痛爱我母女，为我下此毒手。不关我事，谁就马大人听说你娶妻爹娘不算大怒，便令田父讲去，母怕你受气，带来无你。杨老爷，恳求老爷始终就见，始终就见。杨老爷，依我看呐，这三百彩礼也不算吃亏，夏君家个少妇也不算失俗。再说你们有多大的本事，抵得过那两家势力？杨老爷说得有理。傲他不顾，趁早收人下楼吧。妈妈，你是哪里完了？宝儿，快叫丫鬟们上来，来接湘君梳妆。妈妈，湘君，湘君。
美是养老族，婚是妈妈做主，迎门宾客都是见证。这定门之说，你们忘了不成？佩服，当初七年进京，有人言语，很生杂了。杨老爷，过去下雷长江，还要长船呐！即刻下雷，即刻下雷！事到如今，由不得他了。杨老爷，这里我们收下了，大家就把他送来传言。请把我用捧孙了，宝儿，妈妈，夫妻相聚，且当我吧，安心吧。哎，学姐思索，好过葬礼。等一等，一离三生，况取女子，不当发长久，我们上来拿神，上来拿神，上来拿神，来了，来了！
无奈我想过劝你自己。什么原因？自己这里藏家种粮也是好事，想君既无造化，你倒替他想日去吧。这断不能真理一时一杀，叫我死舍得。可是明朝那人，看你舍得舍不得？也罢啊，叫湘君收下来，我去走一遭。不好，不好，只怕有人舍得。我说你是湘君，还有谁能辨别？既是真的，少不得有种心人命。快点下来，快点下来！来了，来了！湘君我好好讲信，我替你去下来，下来，三更夜，红灯。红灯满路回，提家提家添家去，不知不知。好，好，好，新人下来了，请上轿。上轿，上轿！杨老爷，哎，老乡，你好狠心！上轿，上轿！
想当初，海浪谁是也曾经一段世俗举情浓。一度过才行故人中，也曾经迎来这青山爱故事，这见伤心痛。
可问天家，我仆人们昂来抢去，我又怎肯背负回来？再可怜妈妈替奴当贼，飘然进去。妈妈才知道忘我啥事送真去楼空，不眠此地那上流群里风。
心儿，谁不是进门将去寻？常人可当金炉子为君行，才侣很刚。杨有关，马为仆，将你运了穿黄江，问归听说。人到红楼水面下，一行水流带寒烟。相君
认真相伴，家成员，风息精通，此次困死老爷来了。是养老啊！整列从良，湘君多事，放心不下呀。湘君不肯下来，我们一同上去吧。好。湘君又有病身，困在帐内，不必问他哩。这把孙儿怎么有虚度红颜？湘君去婚时免学见物。祭奠血痕，杀粉红颜。不免天色之意，点缀起来。哎呀，只是没有落色正好。给我采着门草，扭曲线子，全做颜色吧。甚好，甚好。夜风芳草落，花间美人红。妙妙妙！爹君妙笔，臣知道。落叶红花，成一套。皆从向东必是下船，好比那，好比那，好比那昆山墙别人了水路潮。你三句不离本行业，这说就叫桃花锁，桃花锁。杨老爷、苏师傅，你们都来了。奴家得罪湘君下官有瓦舍一把无人。这不是奴家的旧孙吗？血气斑斑，看他真的。湘君啊，养老算能妙传，真不见赏。桃花不明，顺地飘零，都是养老替奴写走了。这
生啊，当拜托你现在生将这4万寄去，免得相君一番冤枉。是，我也想留心刑房，知他才生施工，事坏本身，此外来人诱到扬州，竟有动高州兵，昂不去了。我不是为相城边找寻，谈须得相君也速才好。我的千载万苦，就在此时，就把孙儿寄去吧。这封家书倒也新鲜。师傅，拜托了。不是停止随风。
大手在养育根。二公子才是早些，在下去寻觅也处所。你早去早回。好。此乱早飘荡，相逢恰故人。困那人好似苏困生，那无人也好似真理妈妈。给我私叫一声，困生兄。同生唤我。刚算是苏师傅。原来是侯相公，真要去寻你，不料在此地相遇，真是谢天谢地。古人深圳这位求人，这样，故算是怎样？怎样？你后不到此，我真要去寻你，不宜落水，为真理诉救。岂在？湘君又为何不懂呢？湘君，他在哪里呀？二公子一言难尽。怎么？在华顿生。二公子，是你最后相君受戒，不肯下来。爹娘比婚事死不容，一对可的。怎么？他常死了，所幸必伤及性命。后来呢？为报相君整理铁甲。怎么？怎让你提家到天府？家到天家，受尽凌辱，生不死。怎样？大夫人心狠，关我城门，专家算上那位君爷。坤生兄，你有何故到此？我随相君之托代诉于你。相君有书信于我，信在哪里？信在哪里？公子。
飞花，雪飞雪，死生因果，父子应相君啊！这不是血汤见资盆，这是那乱世情怀，儿女问。万不忍问候相公，因何乱来？我是去求谁告诫王后，不料他匹夫无门，被徐定国专制随着刺杀了。小生只得卖罪王后，顺流东下。你看着他路上乱军速从，叫我如何面目再见四姑娘？此为应得桃花说，定为金陵早到相聚，再做主意。怎样？你呢？想起旧缘子，一家人都知，此今相逢，至少一个相聚。相聚莫算岁岁雨，前路茫茫少一人，想起张仲秋娘三人就此别故了。公子，
悠平水空相聚。古来生疏无义的，伤痛而今重遇起。满道无声无定着往后盼，与故思念离的尘。我里死生本已空，他偏金陵，他便金陵把你心。
起心来，上都江。老师想，袁大人，对家境我老道，娘高美举，闻香举杯香，举杯，举杯，老乡请。龙玉兄，命你先的妓女可曾到来？给到底都到了。今日衙前用不着他们，叫他们去吏部过堂，观夸教材，往照学院之事去吧。恩师，这是我特命他们前来伺候救急的。留下那个最小的吧，他唤什么名字？他叫李子李，李儿未必正也啊！换李这里写来证据查去。走。陪着见年松，没分脸，细细敷衍真风。待我做个女兵恨，玉娘扎鼓声声骂，管教他出来引你红雷同。魏大人，李真理得到。李经理还不过来征求查取？为何要退？不为，样样不为，何成铭记？本就不是。可了，于今日
用以胜雷。经文本，母女个开心虚荣，绿色不是过程忙，为人恶情张牙龙。李正义，今日老爷们在此引路，不必独自疏远了。杨老爷，奴的冤穷，实得在此一诉啊！当堂之功啊！乱笔乱草方正，八方大军犯张正从特权为己谋，后庭花色一身孤天记中，把我烟花付出侬平天写地陪上用。李正义此胡言乱语，该当罪。李正礼，原是东陵狂士，偏体之辈，实算是放肆，该当重重的打。只要看他年纪上小，未必是那个李正义呀。便是他又怎样？东陵八族无言话结金通，再可恨断不了的为家中。好大的胆！骂的是这个，他把我们都骂了，罚款一笔，丢财血走。心上原是痛，一心上风虎头东。你这个奴才，当着那个大老爷这般放肆，可恨可恨！啊，袁大人，袁大人，
本奴才何难出世，这是为了我这乡之徒。是，这乡之争，长女之间，天人之别，何足介意？宋山那天赵国疾苦差事，叫他去做，拿去吧。奴家一贫一死呀，途不尽杜鹃，须门兄。好一张牙签，被这奴才搅乱坏了，可恼，可笑。
此间。本将退，轻退先，不操前前。曾几步观烟斜，望眼乱转。这上门许言，不免擦身而上，况有何日才呢？今非了末日恰，踏破了苍穹。望一落夜半卷，是夜上面。天庭远，无人观，那孤城村。夜中儿心惶惶，来到楼前，来到梅香来了，待我悄悄上楼，悄里上殿，等他醒来，神的消失，不是有多少惊喜呢？情报与定年，王某不是相聚为我受亲戚家的单亲，把仇见。这是我将军的误事，待我亲戚抬门来。这风俗年年，倒像菊花不开的。这就这样，将军去了哪里？将军去了哪里？城门锁城在边，铁门铁不为不。
能花枝靠上琉璃樽，烟笼香，似与孤城长一铺怀。人来我御书，这是我湘军长儿，你为何如此？我乃华氏来迎，并不杨龙玉送我来此地。原来是蓝殿兄，久仰久仰，圣兄真好，小生何难何朝中？哎呀，分明真儿，今日谁得因为请坐，请坐。借问蓝殿兄，不知我那湘军现在哪里？嗨，少主兄，那一日马是因袁大人在绍兴亭上学，把湘军叫拉去拯救苍穹。拯救苍穹，那湘军他，那湘军啊，你不去舍弃灵魂，因你亲自策权节，把他们接到。国兵教子营，你在我这份爱忠良为家中，搅乱了朱家店。那后来呢？那马是因袁大人。趁我其实恼羞生怒，竟亲自下罪铁打啊！苦里血的缕血。心花
少宗兄说的是，比起相君，我辈八府一用是谈不是也。少宗兄，请夸我一幅画来。相君，马也多。这位相君是接受关动，不揣冒昧，做此相君马言度。华医生尚且有人的事，今日神兄来到，非你莫属了。相君马言，皇室从也。为此话的事，朝中岂管推脱？我的。祝贺君言去功，红颜艳罗不相从。虽然自此长生考，拼得明天，兄弟好。好事，好事，什么好事？龙玉兄，你也来了。哇，自恋陛下相得益彰也。曹宗兄，我已见过昆生老自你一刀即完，急急赶来一位。龙游兄，哎，相君旨意上过，何事能为？三爷相告，遥遥无期。那我就在这里等他。师兄不可，而今马元当道，企业放着。正见你随部东林之后发生什么？师兄命令帮手，此地万万不可久留。有心杀场，不立为天大。师兄，我与昆生老下去，看来还是四公一处，岂可避后，又可放过。少宗兄，请给龙玉兄一拳吧。就此别过，蓝天兄。万圣节，
毕竟凑成少。听讨张耀兴，本是锦衣卫堂官，因家生之别，流离江南。嘿，有今永历朝清风，繁言去回。寡官归于此，怕云哀。今丰仪有年7月15日，光焰陶中大赦金台，又为先帝祭祀难忠诚烈士，休在罪戒。请法师巡坛，因杀嫂之意。烈性长，可亲烈王下笔下，是眉山故事。切公堂，且相赠，小酒送香，手一领金刚，古来才请法师普发神光，同照三界，指示君命。你们传众请举此。贫道今日祭奠我殉国君臣烈士，金陵书记乃为金木力切，终能再起。此为谋传不谋恶，谋他不谋小，方不负立祖立宗也。敬请法师教诲。对面场地，分明是我相聚，相聚，蔡郎的声音，相聚。你在哪？是，你在哪？师父，你在哪？相聚。
女本在此处调情，你们絮絮叨叨，说的是哪里话？到此地覆天翻，放国放天下，匹夫唐其有则自己，万连情根血统，岂不可笑？此言差也。从来男女色交，甚至他人，李阿悲欢，情有独钟，生生不息，先生伺候官等呀呸！两国匆匆，你看，国在哪里？家在哪里？军在哪里？父在哪里呀？偏是这件花园情歌，和他不还吗？几句话，说得朝中冷荒凛凛，似梦初醒，真正似梦初醒。他头才真是弄尽回城镇。你晓得了？弟子晓得了。既然晓得了，就此拜定居之为师。是为的借问计，改面是何人？弟子也晓得了。既然也晓得了，就此拜卞玉京为师。是。你们换了桃佛，各自随师傅下山去吧。是。你看他分金国贵。风